但年过北当副馆长、北当副市长的甘顺泽，在2017年选市长，甲2018年选立委，拢双双失利以后，去年3月重新回到医生的本业，为伫下营的和平诊所嘛开始营业。最近因为寒流一波一波，伊受邀请参加网络节目，会中就提醒大家保暖的撇步，特别是暗时爱困之前一定爱啉水。半暝若要起床，唔通马上起来，等大心的提醒。讲3步31啦，不要马上起床，等一下再起床；不要马上离床，等一下再起床；等一下再离床，不要马上走动，等一下再走动。你知道这3步31，再加上你睡前如果能够这个喝一些开水，再加上我跟大家说戴口罩或者保暖的话，你大概会将心肌梗塞跟中风的几率就降得比较低。是。甘顺泽伫节目当中无看播，将复杂的医学知识讲成大家拢听有的常识，其中也包括透早4点到6点，就是心包油、心肌塌条的上危险的时阵，一定要特别注意。心脏跟脚是同高，那这时候血液心脏就不需要用很多力量，不用很大力量就可以把血液送到头跟脚，所以这个时候血液流动是最慢的，因为心中小波浪。所以第一个心中无力，血液流动慢，血液又浓稠，然后外面温度又低，那重要是4点到6点的时候，刚好交感神经在兴奋的时候。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，心跳会增快，然后压力会增加，所以种种原因导致4点到6点是咱心肌梗塞、肝脑状况最容易发生的时候。是。不管伫政治路，其他是医生的本业，甘顺泽拢献尽伊上大的力量来奉献服务。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